家好，我是阿高。今仔日我要来幼教嫁批哦，我要嫁予我的囡仔买食。1059号，请到111号柜台办理，谢谢。你好，我要嫁批。好啊。哇，飞去坐车呢。唔知是要去倒位，但紧对来去看卖。这是倒位哈？啊，敢是火车站？我的批是安怎会来这咧？这是什么秘密基地哈？哇！咻咻咻！这个包裹敢若伫咧排队坐过山车呢！哇！哈哈！哇！咻咻！哇！这敢若游乐园呢，足新鲜的！哈哈！你好，请问你咧创啥物？我咧将这个批分落清楚，顶面拢有字纸，安尼伊较袂坐唔着车去。啊？这个批讲足大张啊呢，我的应该唔是伫遮。我搁来去找看卖。阿高的批到底是去倒位咧？咱后回分晓。